婚姻关11月初一开始要禁止使用一届的单调的塑胶杯啊。婚姻的环保局去年就先推动环保餐具，组织循环杯等服务来做准备哦。所以对11月初一开始违法，就会罚1200块以上6000块以下。店员摕出饮料循环杯装饮料，民众只要透过手机啊登录，扫描 QR code 就会当免费来使用。为了配合环境部限用塑胶政策，婚姻关于11月开始禁止一次性塑胶杯的使用，部分业者和民众都已经提早应应。对面的那个学校，其实同学们也是都会带自己的杯子。那如果临时没有杯子，也是可以跟我们借环保杯，这样使用意愿上还是蛮高的。就变成说，因为你分出去，你不知道，可能大家拿回家干嘛，又很难回收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婚姻关环保局就讲，为了让业者和民众提早应应，禁止使用一届性的塑胶杯。去年开始推动环保餐具和循环杯租用服务，今年1月份到9月份。经过统计，至少要用4700个一次性的塑胶杯。如果我们饮料店如果没有充分的配合的话，那当然会接受这个裁罚。那裁罚金额从1200到6000块的一个罚款。这边还是呼吁前线的一个民众朋友了大家充分来配合环保局嘛表示，5年限塑政策原本要向6都干部第7月实施，但因为业者反映，希望等让库存用得完。最后达成共识，为11月1号开始执行。至于循环杯卖单地价地照以地行。目前包括倒落市、福尾镇，都超过50外间的饮料业者，都有提供照行的免费使用。继续用有报道。